这几年进前，大家拢咧大摒扫，即卖呢，根据这彰化县的统计，到达为止，这大型家具清运量呢是差不多加5成左右。也那环林清洁队呢是利用这二手家具的媒合，互需要的人会当摕回去用，卖当达到这粪扫减量的效果。 床底桌啊，就连轮椅嘛有。年要到路，袂少人拢开始摒扫厝内，有侪民众单调的家具，其实拢也会当使用。园林清洁队就设二手家具媒合区，要替旧家具找新的主人。清洁队若要互阮用，阮就替啊。这囡仔读册嘛真好啊。废物利用嘛，那我这样会不会单调不菜？这些东西原本是个垃圾，但是如果你不来拿的话，就可以形成资源再利用这样。那我们经过管理之后。 现在的垃圾量在减少，而且可以变成有用的一个资源。年节进前，大家大摒扫，中华袂少公所清洁队拢有提供免费的大型废弃家具清运服务。环保局表示，侪人为着省钱，会赶伫这个时间清运。今年到目前为止，清运量加差不多5成。环保局嘛设再生家具厂家二手物中心收生活物品，除了有效运用资源，嘛通减少粪扫的量。今年平均价应该加超5成有啦。 木造的家具吼，阮伫秀水有一个家具厂，阮会摕去遐整理过。年11月成立的，到1月啦吼，平均民众管的面超350件左右，我即马民众来交换的嘛超过200件。民众对这种二手物的再使用的感觉应该都拢会当接受啦。环保局表示，希望透过二手家具物品的媒合再利用，改变民众的消费习惯，建立人少物品的观念。另外，环保局嘛呼吁民众，年节摒扫就要开始做好分类，减轻环境的负担。记者杨淑静综合报道。